多數係冇接受過任何治療嘅 DMD 患者咧，平均壽命咧可能都唔超過25歲嘅。如果當患者佢哋用咗類固醇啦，佢哋不單止可以改善肌力、延長佢哋行走嘅能力，甚至咧係可以增加佢哋嘅肺部功能嘅力量嘅。咁雖然佢係有副作用，但係類固醇咧其實係而家咧最常用，亦都係非常有效嘅治療之一。同時，由於 DMD 嘅患者咧，其實佢哋比較多出現有心臟嘅問題啦，同埋呼吸嘅困難，所以喺控制心臟疾病咧，好似我哋會用 ACE 嘅抑制劑啦，同埋咧用一啲呼吸機，亦都係好常見支援嘅方法。有物理治療師定期嘅訓練咧，亦都可以幫助到維持肌肉嘅功能嘅。咁透過呢啲支持嘅療法咧，其實 DMD 患者而家咧已經可以有更加長嘅壽命，甚至咧可以去到40歲以上。一般嚟講咧，如果 DMD 一旦出現咗症狀咧，其實就已經話俾我哋聽，佢個肌肉嘅病變已經去到某一個程度。如果能夠越早開始治療咧，可以盡快幫助減低嗰個病情惡化，甚至有啲時候咧可以令到肌力係會有改善。所以越早確診同埋盡早開始治療咧，就係越好嘅。